有人唔信輪迴，其實一年四季就係輪迴；有人唔信因果，其實貧富美醜就係因果；有人唔信無常，其實生老病死、喜怒哀樂佢就係無常。世人不知有因果，但因果又何曾饒恕過邊個？緣起性空也好，蝴蝶效應也罷，起心動念皆是因，當下所受皆是果。看人之短，天下無一人可交；看人之長，世間一切盡是吾師。其實呢一路行過嚟，從來都冇敵人，全部都係朋友同埋老師。我喜歡三種人，一種係比我優秀嘅人，第二種係令到我優秀嘅人，仲有一種咧係與同我一齊成長、一起變得優秀嘅人。擇其善者以從之，其不善者以改之，以責人之身責己，以恕己之身去恕人。